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吹偏西強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40公里，陣風中間達烈風程度。如果你身在當風位置，會受到偏西風的正面吹襲，請注意防禦設施，以防強勁陣風帶來損傷花盆或可能被風吹到的雜物，應搬入室內。打算參加水上運動或進行海上工作人員請特別小心，預防大風大浪帶來的危險。在危浪海或風浪越期大。下集見。颱風速度就到今時結束。